今次嘅十一胎班底咧係有新嘅成員啦，咁包括有KW 朱文希老師啦，咁佢係負責幫我作曲。咁其實喺作曲嘅過程中，我記得第一次錄音嘅時候都係佢有過嚟係指導我嘅，因為我記得呢個 demo 開頭係國語版嚟嘅，而我完全都冇諗過係香港嘅作曲人作嘅，所以我嗰個時候聽嘅時候，我仲問Edward，即係我問係咪有新嘅 demo 係來自台灣咁樣，咁但係之後原來發現其實原來係香港嘅作曲人，所以我都好開心咯，因為我覺得呢一個曲風呢一種快歌，同埋據我所知佢都係即係朱文希老師都係第一次去嘗試快歌咯咁樣，咁我就覺得真係幾好喎咁樣，因為以往好多時候有啲快歌我哋都會揾可能國外嘅一啲 demo 咁樣，咁就比較少留意香港本地嘅製作。咁但係今次見到其實香港嘅製作都快歌嚟講，其實都好高水準啦。今次嘅呢一個歌詞其實係藉住木偶呢一個題材去講返自己咯。咁因為我覺得喺過去嘅一段時間，其實慢慢自己都變成咗一個木偶嘅咁樣嘅一個人，即係以為自己可以做到好多嘢，但係其實唔知自己係被操控住嘅一個木偶咯。咁所以都希望自己可以覺醒返，係咯，同埋都可以變成一個可以聽到人哋講嘢嘅一個 artist 咁樣咯。咁所以大家可以多啲留意。有啲自嘲有啲相係嗰種比較講笑好。即係自己都想笑自己嘅嗰種好玩味嘅一種感覺，所以都揾咗梁柏堅老師。咁其實一直都有留意梁柏堅老師嘅作品嘅，咁其實都好欣賞佢，因為同埋都知道佢嘅作品，或者話佢自己本身 social media 入邊俾人哋嘅印象都係比較玩味啊，曲風同過去其實都比以往嗰種第九胎、第十胎，其實佢係算一個得嚟，但係都比較流行嘅一個曲風嘅，因為首先副歌真係都好易入腦啦。如果佢哋唔想留意太多深奧嘅一啲內容，其實我覺得淨係記得 dummy 呢一個字，我已經覺得達成我嘅目的㗎啦。係呢一隻歌都籌備咗好耐㗎啦，半路殺出嚟嘅，因為其實本身今年第一隻歌唔想行啲咁 dark 嘅嘢啦，想行啲比較輕鬆啲嘅啲風格。但係因為叱咤之後，對於自己嘅好多表現都唔係好滿意，咁所以都希望出一隻比較自嘲嘅一隻歌咁樣，亦都係去藉住呢一隻歌去提醒自己，其實自己仲有好多進步嘅空間咯，係咯，咁所以都真係比較長，今次嘅準備時間都。如果睇 MV 嘅話咧，可能就唔會太直觀地感受到，因為今次我揾咗一個新嘅導演叫 Alice Wu 啦，咁佢係一個比較喺台灣都係一個好厲害嘅一個導演。咁其實佢拍嘅主要性，佢劇情性嘅嘢比較少嘅。咁所以大家喺畫面上見到嘅嘢，可能大部分只係一個比較抽象啲嘅一啲畫面，主要都係 focus 翻喺跳舞度。今次嘅班底其實仲有一個好厲害嘅人物，係排舞老師，其實係小豬嘅排舞，即係御用排舞老師嘅大木老師啦。咁大木老師其實喺台灣都係一個even 喺香港有經驗係一個排舞師咁樣咯，咁所以其實非常之榮幸可以請到佢。嗰個打頭嘅動作咧，其實喺未排，即係大木老師未排之前，其實我已經自己 design 咗係呢個動作，想敲醒自己嘅動作。當我一聽到呢一隻歌嘅前奏嘅時候，我第一時間諗到嘅就係呢一個動作，所以我都同大木老師佢哋講我話我希望將呢一個動作擺喺一個 signature move 入邊咯。